你最万物主宰，大地平复欢喜，为地欢乐失败。马尾推机 PPT 的同工，会是就任事在前面，在圣餐。好，就任就是就任事伫头前。后壁较圣餐吼，好咱来小可吟伫圣餐内底，咱会做伙吟即首歌圣诗新圣诗第363首。来，咱做伙听琴到这边来。萨格比，萨格比呀，咱当心来归乐。萨格比呀，咱当心来归乐。上帝所交付的责任，总是求主怜悯咱，让咱承接逐款的责任，伫这个世间逐款的责任的时，求主怜悯咱，互咱有够野的智慧，去看清楚，去认识清楚，求上帝甲咱做伙伫地。这大家平安。咱们开始今仔日的聚会，请咱安静心。
选调。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伊若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予你拢总的病。请咱来吟圣诗第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听通灵里到万世。圣经感谢，谢你谢过，七分救人赦免罪，上帝恩典结果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可以就拢免惊。教会阮大为他样，上帝圣会连满天的万军人啊是一个，我以今日耶稣圣会，甲被上帝撒教会。上帝圣会，无论路远，我可知手地球，不对变迁，无分彼此，伊的只有一个主，万军注定必定成所。感恩感谢，受感动，拯救人类，我的世界，并抓紧了人生会，神奇秘密，保护照顾，咱和大家的路。来行，教会阮大为他人家。请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摕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个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个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来启应文第11篇。启应文第11篇。
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决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得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落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我要时时学到你的话，要常常伫阮的喙。伫今年中最后一摆的主日聚会，我要天父献上感谢，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疼痛伫阮的中间。阮也要感谢天父上帝你对于阮日常生活中间的保守、看顾甲带领。阮咧跑走天路顶面，虽然头前有真侪危险，有危险，魔鬼亲像好狮，咧找通吞食的人。阮有时心神软弱，听叹私欲，伫服侍顶面，阮无真心真意真力来服侍你，做无下主旨意的罪，主你拢知。阮只是为着阮做无下主旨意的罪，恳求天父怜悯赦免阮的罪过，就着主要所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撤销一切的过失。主啊，阮恳求你的圣神大大来充满阮的教会，束缚阮的牧师、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大家谦卑服侍，同心合一，宣扬福音，彼此相订，互阮的教会成做社区善人的帮站，成做好厝边。也愿阮的所做，拢会使来荣光天父上帝你。伫新的一年，愿亲爱的天父你赐福，互阮的教会，主啊，你圣神大大来充满灌压，赐福阮的牧师、同工、兄弟姊妹，大家有圣神的引带，同心合意，互阮的教会会使伫即个社区做光、做盐、做好厝边。现今的世代充满着危险，有国甲国的战争，有病毒，有地动，有极端的气候，威胁着人类的性命。主啊，阮伫你圣洁的宝座前，要谦卑家己，大家同心迫切祈祷，主呼求。恳求圣神保守带领阮的教会，把握时间为主做工，紧传福音，抢救失丧的灵魂。恳求圣神保守阮伫生活中间
活出公义、信实、人民来迎神益人。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圣神啊，保守阮爱困读圣经，当心迫切祈祷，爱传福音，帮赞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伫信仰的道路，兄弟彼此相挺，互相扶持，互阮的教会成做主所欢喜的教会，下主心意的教会。主，阮来到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学了你，恳求圣神保守阮的心安静，互阮伫礼拜中听见主对阮的心讲话。感谢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阿门。请咱来看圣经伫创世纪的第9章。第18节到第29节，创世纪第9章第18节到29节。拿阿的囝对大船出来的，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老爸。这3个是拿阿的囝，因的后代分散去全世界。拿阿是第一个栽种葡萄的做事人。拿阿啉酒醉，伫布边内赤身肉体。迦南的老爸含看到因老爸赤身肉体，去甲伫外面2个兄弟讲：闪甲雅弗摕一领衫，扣伫因的肩头顶，倒退行，压因老爸的身躯。因的面向无看到因老爸赤身肉体。拿阿酒醉醒，才知细汉囝的所做，就讲迦南着受咒诅，伊要做因兄弟上卑贱的奴隶。拿阿佮讲，着学了上主闪的上帝，迦南要做闪的奴隶。愿上帝互雅弗确定，互伊住伫闪的布边，迦南做伊的奴隶。大水了后，拿阿约活350年，拿阿总共活950岁才死。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今仔要唱诗歌是《人生的福》。
正道。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罪的影响，罪的影响，请牧师。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的上尾一天，所以今仔日若无甲咱教会今仔日嘛无举行这个下过年的祈祷会，所以等下我要邀请你边仔的人讲今年感谢三盘，明年多多指教啦吼。所以吼。感谢咱身躯边真侪温暖的人，甲温暖的手，所以今年感谢三盘，就是安尼，无讲话嘛共款，至少咱三盘做伙伫遮做伙敬拜上帝。所以请迄个握着每支手的时阵吼，迄个握到迄个，互你的手烧起来迄个人为止，总是你毋通咱会当甲伊讲感谢今年的三盘。明年诶，多多指教哦，吼！明年爱多多指教吼。然后所以，那不要紧啦吼，那歹势握手不要紧，那会使，咱会当爬起来。附近的兄弟姊妹，甲伊握手请安。今年感谢，明年爱多多指教哦，吼。我最近感觉上好的一项代志，就是爱感谢咱会当做伙三盘这样代志。感谢做伙三盘是一项幸福的代志。有当时爱等人无去了，咱才会当感受到一点真深刻的感受。所以千万唔通等到人无去，听我的意思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有伊甲咱三盘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知伫今年，阮不管伫倒位，你拢甲阮三盘。求上帝帮助阮，当阮要下过2023年到2024年的时阵，主阮也知，你一定会甲阮相伴，帮助阮，互阮伫知或是毋知的时，帮助阮，互阮伫两者或是欢喜的时，主你拢甲阮做伙伫地。因为安尼，我要向你献上感谢，求上帝帮助夫妻祝福带领，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创世纪对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对土出来的人，怎样失去土地，行往受放逐伫土地以外的生活。人不管毋知是安怎，尽伊的气力，拢要失去土地。只是因为因糟蹋上帝所交付的使命，所以人知或是毋知的过程内底，拢不断失去家己的本质。所以爱说字，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失去上帝赐予咱迄个本质，然后千万毋通放袂记一，咱对头到尾拢是土。这个事实，当老阿甲伊的囝对大船出来献祭了后，上帝赐福因，总是对迄个时阵开始，人甲动物中间的关系改变。创世纪第9章第2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地上所有的野兽、天顶的飞鸟、
地面得白的动物，甲害你的鱼类，拢会惊恁、为恁、受恁管理。动物会惊人，这个经文是被动的语态，所以惊通看作是这个动物对人的反应。这个惊毋是对上帝来哦，换一句话来讲，是对人的反应。检采，伫这个所在，咱读到甲创世纪第1章28节无啥共款的所在。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创世纪第1章28节，做伙来读啦。来，着生炭，加天真多，充满全地，搁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所有会震动的生物。甲这无啥共款是，伫人的管理的下面，伫加9章加一句讲，这个动物会惊呢，会惊人呢。原因真有可能是创世纪第9章第3节刷落的这句话。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将所有我的动物，亲像菜色共款，互恁做食物。咱来知影创世纪第1章29节，伫遐所讲的，上帝使人通食啥物的用词无真清楚，有可能是指迄个地上大起来的物，总是地上大起来的物。旧约的神学家真出名的约翰·华尔顿，伊安尼认为。这个字应该不只是指迄个静物尔，同时也指人咧饲的动物。刷落去，咱伫第9章第3节的这个所在，咱还读到后来上帝才准人来采集野生的植物，加拍蜡。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主张人，实际上有人对创世纪第1章的29节，主张讲上帝创造人一开始就是食菜，这样代志，有人主张，然后到这个所在，上帝才允准讲特别准人会当食动物、食肉。实际上，若用原文来看，应该小可有点仔颠倒。毋是安尼，创世纪第9章第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有性命的肉，就是甘花的肉，恁毋通食。伫古早，会互上帝话，古早人看做是性命，是安怎？是因为过去若遮的动物老花真多，就会死，所以因为安尼来看做是性命，所以咱会读到《申命记》第1章12章的23节，安尼写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绝对毋通食火，因为火是性命，恁毋通肉甲性命做伙食。我相信古早人一定袂食猪血糕。猪血粿，现代医学的血液生理学对一滴血会当观察出人的身体状况，总是毋是人的性命所有的。总是咱若对这个所在用礼仪顶头来看，食肉进前放血是将动物的性命，因为当时的想法是动物的性命是伫血内底，所以是将动物的性命献予迄位赐性命的主，听有意思吼？放血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透过安尼来表明食肉是得到上帝的允准。虽然安尼比拼有可能无啥适当。
总是这个放火有点仔亲像咱现在饭前的祈祷，因为安尼才会造成这个现代犹太人因的食物的规律。这个食物的规律叫做苦素。创世纪第9章第6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流人的血人，人嘛要流伊的血，因为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早前犹太列比就对创世纪第9章第1节到第7节规律出上帝互人、互人类上开始的4条诫命，就是对创世纪第1节到第9章的第1节到第7节。第一叫做生炭加天真多，遍满全地。第一，第二，袂使食甘花的肉。第三，袂使杀人，咱也有读到，袂使杀人。第四，杀人的一定会互人杀。所以是规律出对这个创世纪第9章的第1节到第7节，规律出4条上帝所互人一开始的诫命。所以来到现在，现代人拄到的问题可能更较复杂，因为大生就是堕胎、自杀甲死刑。咱相信生命是照上帝形象所造，是宝贵的，所以天主教会甲基督教会拢反对堕胎甲自杀。总是衍生的问题，就是若北人的胎儿危及到妈妈，要安怎？北人的胎儿有严重的病症，要安怎？另外一个问题，自杀这项代志来到现代，改成人佫有另外的选择。假使一个人若病到无药医，甚至活了拢无尊严，敢会使伫意识清醒的下面选择安乐死？听有意思哦？敢会使？这有真侪讨论，真歹势。这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的讨论，我伫遮无要加讲啥。总是死刑，阁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课题。咱拢知影，人的判决有误判、误判的可能，所以照人的判决，当会准的。杀人是毋对，总是一命赔一命，就会当停止这个错误吗？就亲像这2天所发生这个国中生杀国中生的代志，我相信咱拢知影这个新闻。总是，就是将这个国中生有机会来判死刑，安尼就会当停止这个错误吗？这个答案是袂使，我要坦白大家讲，袂使，无可能。伊只是符合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因为就亲像咱所读到第9章的这个所在，上帝司法制度内底，杀人犯爱为着2条性命来负责任，就是被害者甲伊家己。听有意思吼？伊爱为着2条性命来负责任，就是被害者甲伊家己。对待动物也应该同款的标准，因为因拢是上帝所造的。上尾是食菜。假使若因为健康的原因，其实我无反对。总是若因为信仰就毋免。因为圣经原文其实无清楚，怎有可能食肉这项代志一开始就受允准？咱会当来想象，
伫咱顶一代的人，迄规年烫天只有啥物时阵食肉？了解意思吼？所以食肉是宝贵的代志，无亲像咱现在食肉过头啊，听有意思吼？所以每一个时代其实行变一个时代尔，咱顶一时代、顶一个世代看即项代志好，到即个世代无得靠，真歹势哦。有可能即个世代若食菜食过头，嘛有可能后一世代的人讲，食肉袂歹哦。所以毋免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食肉这样代志，有可能一开始就稳准。总是不管堕胎、自杀、死刑，或是食菜的选择甲辩论，上帝伫遮要互伊的子民，就是咱一个原则，一个上要紧的原则叫做尊重性命。对每一个性命，咱拢爱保持尊重的态度，这是上要紧的原则。创世纪第9章18、19、1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咱若知影头前的原则，就知影后壁的原则。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阿的囝对大船出来，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老爸，这三个是那阿的囝，因的后代分散去全世界。伫圣经中，每一遍记载族谱，毋是咧表达时间，是咧表达彼此的关系甲来源。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遮咧对咱讲，咱拢是那阿甲亚当的后代，就安尼尔。伫遮咧告别这项代志。创世纪第9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阿是第一个在正坡德的做事人。那阿展开一个新的行动，就是正坡德。翻译做做事人的原文，其实是土地人那阿，听有意思吼？伊叫做土地人那阿，这才翻译做做事人。咱爱知影，伫创世纪内底，阿当啊，这土地真要紧，因为人互土所做，土因为人受咒诅，土更加是人死了后要回去的所在，所以当土地互大水毁灭。上帝就稳准应允，无搁毁坏土地，因为安尼人甲土地才有第二摆的机会。总是本质是土的人，本质是土的人，人若真自由会做啥物代志呢？这就是后壁所发生的故事。创世纪第9章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阿啉酒醉，伫布片内赤身裸体。好，那阿酒醉，经文无交代伊是因为郁卒，还是因为欢喜，拢无交代。来酒醉，嘛无解说，嘛无谴责，无。酒醉的那阿伫布片内。赤身裸体，就亲像园林伫园内底的亚当甲夏娃。创世纪第9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迦南的老爸含看到因老爸赤身裸体，去甲伫外面的两个兄弟讲：咱一个读起来，含到有啥物罪呢？含有罪吗？虽上含甲
我的罪拢先对目睭开始。因为创世纪第3章第6节，咱读到即款的话，做伙来读一段经节来。妇人人看迄丛树的果子好食，甲肉；含看见老爸赤身裸体，然后呢，看了这甲含有点仔类似。我看见迄个果子真好食。所以，刷落就引诱亚当甲伊做伙违背上帝话。含嘛看了，嘛去甲兄弟讲哦，共款哦，共款的动作。含嘛去讲，总是伊的兄弟做无共款的选择。创世纪第9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闪甲雅弗。摕一领衫，靠伫因的肩头顶，倒体行，压因老爸的身躯，因的面向外面，无看到因老爸赤身裸体。所以圣经咧对咱讲这样代志，当咱看到了，拢是会有无共款的选择。听有意思吼？咱看到啥物，总是咱会当做无共款的选择。咱拢会当有无共款的选择，含看见老爸赤身裸体，选择去甲伊的兄弟讲，总是闪甲雅弗的选择，伊的选择是对一开始就卖看，卖看做对老爸的尊重，听有意思吼？卖看，所以就是倒体。入迄个瓶内底，为伊的老爸盖衫。所以现代教会有一个流行的用语叫做“属灵亚坎”。一开始有可能就对遮来，什么会叫属灵的亚坎？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不只是什么顶对下，嘛有可能是下对顶面的人。有一款叫做属灵的亚坎，这种属灵的亚坎是一种关系，是出对彼此的尊重甲关心，也是对理解上帝心意下面所做的选择。听有意思吼？这个对咱讲，亲爱兄弟姊妹，对土来生的人，对土所出来的人。就是会讲毋对话，就是会做毋对代志，无代无志，搁会家己烫衫。虽然无要互人看，总是我用一个成语讲自曝其短。彼得是安尼讲，彼得前书第4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听，因为听会惹砍真侪罪过。所以属上帝的人爱知影，毋通凊彩去看别人的赤身裸体，若会使爱用彼此三听的态度，惹砍彼此的罪。这其实甲咱现代社会真无共款，特别最近选举，对手歹的代志一定爱公开，对无？然后就是毋是歹的代志，嘛爱默默的做不法的代志，违反法律。真可惜，台湾选举选到尾后，常常就是安尼。我带你高较黑的。安尼，大家就感觉讲好，大家拢天下乌鸦一般黑。安尼到时阵，我就有可能啊。真可惜，台湾选举若到安尼，就是一项真可惜的代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予咱的智慧，就是爱显明伫这个所在。显明伫咱爱好好选择，啥物货、
什么人、什么话，话就免看、免听。创世纪第9章24节到2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阿酒醉醒，才知细汉囝的所做，就讲迦南要受咒诅，伊要做伊兄弟上卑贱的奴隶。咱爱清楚了解一项代志，伫这是那阿的宣告，毋是上帝。听有意思吼？创世纪记载真侪对人的嘴所出的宣告，有祝福，有咒诅，真侪拢是关系家族的认定是毋是有兴旺，土地是毋是有生产力，什么人要管什么人，什么人要做什么人的奴隶等等，总是这的宣告，毋是出对上帝。所以上帝无责任，互这个宣告实现，听有意思吼？上帝无责任，互这个宣告实现，这个宣告也无必然反映上帝的心意甲计划。不过，以色列人真重视，也真相信这个宣告，所以一般认为含的咒诅上过头重。不过，这是受气下面的那阿所讲的，所以更较有可能是伊真情绪性，伊真迄个气的下面所讲的。当然，上帝嘛无实现这个宣告的义务。创世纪第9章26节到27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那佮讲。要学了上主闪的上帝，迦南要做闪的奴隶，愿上帝互雅弗确定，互伊带伫闪的布片，迦南做因的奴隶。对文学形式来看，这是一首对古早传统来的诗歌。27节是安尼吟讲。互伊带伫闪的布片，用顶下文来读，伊是指上帝，还是雅弗，无清楚。总是神学家维纳姆是安尼讲：犹太人久长的传统认为，是上帝带伫闪的张片内底，因为闪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换一句话来讲。因一直相信上帝是带伫闪以色列的中间，这样代志有可能咱到出来记记的时阵，假使有机会，咱讲到出来记记，可会当讲较清楚实况。伫这个宣告中，另外一个主角叫做迦南，真明显，作者对迦南的兴趣较悬含，其实。是作者透过这个宣告，来暗示迦南人一开始就行唔着路。到摩西甲约书亚的时阵，迦南人爱承接上帝的受气加天罚。这个宣告实际上也影响到近代，伫15世纪到16世纪的中间，西人去到非洲掠黑人。做奴隶的人，这个人拢大大出声讲，含的互的是非洲人，因就是受咒诅注定要做奴隶。这叫做历史的悲剧。不管是过去的犹太人，就是15世纪这掠黑奴去做奴隶的人。拢受罪影响极大极深，因为安尼，因才会将侵略甲占领看作是上帝所赋因的使命，因才会将家己的贪婪甲私欲，用上帝咒诅来包装。托尔金伫伊所写
小说，这个小说翻译过来叫做《魔戒》手指，有神奇溃力的手指。其中，这个电影小说内底有一个角色叫做古鲁，古鲁伊捌有这个手指，有魔力的手指。这个魔力的手指，滴起嚟了，会互人看，迄个别人看袂到，看袂到伊，然后会使人绝对的快乐，甲财产，同时滴起嚟了，人会渴望这个手指超过这个手指本身所带来的好处，所以当古鲁失去手指了后，就变做下面这张图的样相。亲爱兄弟姊妹，这展示了一个人怎样互家己的欲望占领、毁灭，甚至只有存一个强烈渴望的空壳，也无少成做这款的人。所以魔力的手指占领了第一的人，所有地上已过的人，大家拢毋望我可以当搁第一遍。所以无治着的人，起笑想要有爱治着，然后呢，迄个有手指的人，拢是会拄着迄个想要拄着迄个想要怎样拢爱毁灭伊、夺走伊一切的人。因为安尼，这个魔力的手指象征的是互人腐败的权力甲贪婪，伊会互一个过去古锥、单纯、勇敢、直接的人，变做欲望的奴隶，向这个权力的手指，大家拢爱跪拜，甲伊做伙。就是犯罪嘛，袂要紧。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互罪影响了后所爱付上的代价。所以，咱爱好好看这个总统候选人，以后是毋是会变做安尼？若变做安尼，就真可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爱注意着家己所看、所听，然后呢，心中做选择。爱说字，毋通互家己受气下面所下的宣告变做咒诅。这个代志了后，搁活350天的那啊，伊若知。伫伊受气下面所落的宣告，会影响后世人遮尔深，一定会真后悔。总是受罪影响的咱，难免会犯罪，对家己甲这个世界，难免咱会受气，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无照咱家己的意思来行，常常是安尼。有时阵，权力、金钱、欲望充满咱的头壳，咱真歹来拼免。所以加在咱有主耶稣，伊要安尼应允咱。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读来。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但愿咱伫伊内面会当做顶头生的人，真做新创造的人。就亲像我过去的老师所讲的，当人若拄着主，就会拄着新的家己。
所以要祝大家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ou。新的年，新年快乐！会当拄到新的你，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定头生，真正伫新的年内底去成就上帝完全阳光的开力。祝你知阮误会受罪影响。总是求主赦免阮、怜悯阮、帮助阮，互阮迎新的一年的时，有上帝你特别的祝福，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夫妻祝福带领，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这时，咱要来奉立加设立长老。咱的同会已经照教会规矩选举长老，所以这点咱要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设立人来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做伙同工管理圣殿甲会堂。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长老，甲侍奉上帝的话牧师，做伙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就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来副中会总会多无教会的发展。所以，这时咱要做伙来念圣诗第444首。当念第1节的时阵，我要邀请王浩杰、黄文光来到台前，伫第1节的上尾，就行来台前。这时咱坐咧念就好，咱做伙来念新圣诗第444首。大家好，来。主你表面和点清澈更关注心跳里，叫你的话来我来心面边，你最忙碌住在哪里去顾我心？这时，咱要来请设立皇帝的长老来誓约，所以我代先这个问题，要请黄文光兄弟，这时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来誓约。第二个问题了后，我才要请咱做伙两位，包括王浩杰兄弟伫这个所在。伫众人甲上帝面前做伙来誓约。第一个问题是讲，你担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
好，这时我要请王浩杰兄弟做伙，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做伙来回应我等一所要问的问题。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欢喜做桃园东会的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遵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伫你教会内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好，这时我要邀请会友来誓约，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起立。所以等者我问的时阵，要邀请咱大家来做回应。恁已经经王浩杰、黄文光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照法度伫你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探，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重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赞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约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好，这时我要讲。主愿将你的囝儿交伫主你身手。你是黄文光长老的上帝，你是王浩杰长老的上帝。你要保守伊，你要带领伊，你要引带伊，互伊伫伊的工作、家庭、生活、甲教会内底，拢成做上帝你使用的路幕。求上帝帮助扶持，祝福带领。当阮领受这个圣职，受上帝你特别的恩典，求主高我，阮的嘴、阮的手、阮的心，互阮真正知影怎样伫这个世间尽本分，特别成做教会长老，就伫众人面前做主信用好的模样。求上帝帮助扶持，祝福带领。求主圣洁这个呼召，帮助扶持引带。虽然阮不会，求上帝降纳，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关闭，设立恁做桃园东会长老来协助牧师，线通知互这的圣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的。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要照顾上帝教会羊群，监督因，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未得到未败坏阳光的面流。请会众坐，咱即时来请现任的小会员来接纳，所以来请现任的小会员来握手接纳，然后要请大家长老来穿这个长老服吼，来。
咱的代志长老陈俊长老来请这个长老方吼。好吼，这是我来这个任命书，任命做本教会2024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长老的这份，愿共同为基督的圣工效力，用光上帝圣名为准。咱这时来任命书吼，来，好，队长啦，来。请咱拍鼓啊，好无？假使若无啥熟悉吼，我就莫介绍啦吼，莫介绍吼，请多谢咱多谢因刷落来对，这个时间是对明仔载开始啦吼，但是不要紧吼，咱欢迎，并且咱的教会有新力军吼，会当加入。愿上帝祝福，家己做伙期待。咱拍鼓啊，搁一摆多谢。这是咱来吟新圣诗444首第2节。伫吟第2节的上尾后，我要邀请。柯明伟这书、赖建成这书、陈世云这书、甲傅启芳这书会当来到台前，咱来吟第2节就好吼，伊个音就好。预备来。我要邀请我拄拄读到的即几位来到台前。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恁做教会的职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竟然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典。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咱受选，这是恁已经受选，成做教会职事，所以这时我要邀请恁。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应答我伫遮所要问恁的。恁担要领受职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兵也无？请较大声的吼，后壁的人听无，可能较费气吼。恁愿意做堂教会职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说法，恁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教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这时我嘛要请会众来徛起来，咱要来誓约。会众的誓约其实是唤起咱重新想起咱逐人诚做上帝囝儿的调兵，
详时做伙来回应服侍，也为着这服侍者来祈祷的这个过程。恁已经柯明为、赖建成、陈世云、傅其芳，诚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伊，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也无？关会保持教会历史，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咱做伙来祈祷。祝愿知影你敬教人伫教会内底做你的圣工，求主帮助扶持，特别甲你的囝儿卢比、柯明伟、赖建成、陈世云、傅其芳做伙伫地，求主使用因，当因咧接受这个责任的时阵，求上帝也帮助因，互因不管是伫家庭、伫性命、伫教会、伫生活内底，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保守甲扶持。求上帝帮助，你竞选阮两者有罪的人，总是阮愿意伫你的圣会内底成就上帝美好的工作。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教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桃园东会职事，线通知正会友知，这个积分是照规矩还付恁的。当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要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会长请坐。这是我们那个转个身哈。咱爱接纳啦，吼，所以嘛，请小会员来接纳，吼，来。咱来去协商啦，吼，咱来去协商来。好，谢谢哦，咱拍波啊，多谢，多谢恁刷落来4天的电话吼，多谢多谢。这是咱要来吟第3节到第4节，然后吟到第4节的时阵，我要邀请少年团契李庆忠、夫妇团契黄玉石、妇女团契苏怡玲、社青团契邓亚忠、得胜者团契苏怡玲、献歌队柯明伟、敬拜团柯宏斌、学贵学校的营长陈雅婷来到台前，吟到第4节的尾后的时阵，请来到台前，咱来吟第3节到第4节，做伙来吟吼来。万心天光前多所行，所在路已永行。一颗心田愿着下心，将会坎坷路。
无完，救赎功德完全。这时，咱要来设立伫明年少年团契的会长、妇女团契的会长、妇女团契的会长、社青团契的会长、得胜者团契的会长、圣歌队的队长、敬拜团的团长，以及学贵学校的营长。这是恁要领受这个责任，所以我要邀请恁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来回答我等一下所要问恁的。恁要领受少年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得胜者团契会长、圣歌队的队长、敬拜团团长、学贵学校营长，恁要领受这个责任，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兵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责，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王，来尽恁的职务。你又要安尼行也无？宣告，我要请会长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教的教会同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少年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得胜者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团长、学贵学校营长，要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这事，尽力伫主的工归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祝你伫你的教会内底设立逐款的团契，为着要显明上帝，阮是你肢体中的一部分。主帮助阮伫每一个团契内底显出你的荣光甲作为，求上帝也赏赐，或者个伫教会中无共款的积分的领导者，伊诚做上帝你以爱，阮显明上帝传福音的热诚，听人的准则，帮助阮伫教会内底成就上帝的圣工。求主甲阮做伙伫地，特别甲这个各团契首长机构的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夫妻，赏赐智慧甲开力。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会长请坐。这时嘛是共款，请小会员来接纳。转个身哈。咱来翕相啦吼，来翕相，不要紧的，安尼，来来。好，请咱拍拍啊来得奖。OK。这时有缘请咱坐地。咱来吟唱圣诗第363首，咱来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第1节到第2节。
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寄纳上帝以教会陪团者做伙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寄纳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寄纳着我，担当大的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咱做伙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现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名，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答阮照你命令摆设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当。诚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是我要邀请咱大家，不管咱摕着饼，还是还袂摕着饼，请咱为咱家己祈祷，为今年的咱祈祷，为明年的咱祈祷。今年的咱有犯罪得罪上帝甲人的，咱求主赦免；今年的咱有感谢的，向上帝献上感谢；明年的咱求上帝赏赐五万，赏赐平安，就甲咱做伙祈祷。所以，这是我要邀请咱为着伫这个时阵，为着家己来祈祷。主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不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不断无去杀伊。就是我要邀请咱将塑胶笼啊来拆掉。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做伙来领受。
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我们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听咱的人来祈祷。伫这个世间，咱绝对毋是孤单的人，因为安尼，当小会员咧服侍的时阵，我要请咱为着这段时间，为着咱所听的人，咱关心的人。目睭刻刻拢会当念出因的名，头壳会当呼因的面的人，为着因一个一个提名祈祷，求上帝赏赐，互因伫今年所经过一切，不管安怎有上帝带领，明年也有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祝福伫因身躯顶头。对啊，所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上帝的话，恩典的话，通甲咱做伙记得。于是我要邀请咱将这个塑胶来拆掉。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大家做伙伫咧，请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一体，也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谦卑。你献上感谢，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通荣光主你圣名，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新圣诗第363首的第3节，可以吗？第3节好，第3节来。让当心来归了，撒嘎了，让当心来归了，等我天先归了，并前扎根边的他，哦主。
求你怜悯我。这是咱做伙来奉献。请文光长老加藤义执事。请咱起立。咱三角做伙来祈祷，敬爱天父上帝，因着你恩典，阮伫遮徛在，来到你的是受恩宝座前，阮伫遮献上阮淡薄金钱，愿你接纳，互你的囝儿甲教会得到祝福甲成长，愿所做的宣告甲关怀，拢合主你心意。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念，今仔金句，互咱做伙来念吼。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听，因为听话也含真侪挂。彼得前书4章8节，请咱做伙来念2摆，请。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听，因为听话也含真侪挂。彼得前书4章8节。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听，因为听话也看最挂。彼得前书4章。咱来看今仔的报告，就是服侍人员，请咱的同工吼，家己来注意咱的服侍吼。周间咱的所有的聚会，请咱兄弟来看。奉献的部分。议员，请兄弟看有问题者，办公室也是中间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任吼，第一就是咱第一场甲第二场拢有要举行这个圣礼典甲圣餐食，请咱备万心吼。第二，咱头拄有举行过，就是2024年的中职团结首长的就任吼，名单议员，请兄弟咱家己来看。第三，财务部会伫今仔日的中昼12点半，伫701室要召开
请新旧任的部员出席来参加。主日1月份的这个10月的中日，长老是于志平长老，执事是台语长是富祥执事，国华语长是齐芳执事。主日有传道部会，12点半要伫7空1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消息的这个教会消息，新年的祈祷会伫这个2024就是明年的1月6号吼，就是这礼拜六，下礼拜六吼，咱伫7点要伫咱6楼的副堂要来举行新年的祈祷会。2024年1到3月新安宫的生命的节奏请咱到办公室来领取。具体消息报告就是本会耶利执事安息主怀已经伫12月25日举行着个别礼拜，请关心大家安慰遗嘱。其他消息请咱大家看者，咱请牧师来补充。来，我先来多谢过去4冬久伫咱的教会调活的中职因煞来的休困，所以我要邀请过去4冬伫咱的教会服侍的长老特别是这个简诚长老咱请简诚长老徛起来互咱大家拍拍啊，多谢伊4冬的辛苦。毋知有落来要休困的即需要无留在场，我要请咱徛起来好无？来，素颜之士素颜之士，多谢，多谢愿上帝祝福，甲这过去服侍伫咱的教会，煞来要休困一冬，求上帝赏赐祝福，甲因做伙伫地。上次我伫遮也补充报告。就是平安7月节协会前理事长那嘛是咱的技术伫咱中间，伊有提供一寡咧帮赞加弱小，所以咱多谢，咱感谢伊伫咱中间，所以咱拍拍多谢伊伫咱中间多谢。有提供平安7月协会有提供一寡帮赞弱小的代志，咱教会有参与伫内底。爱多谢平安7月协会提供的这个，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一个提醒，伫新的年度，咱每1个月拢有一遍的祈祷会，拢伫第1礼拜下拜六暗时7点，所以欢迎邀请咱大家做伙来为国家祈祷、为社会祈祷、为教会祈祷、为咱本身来祈祷。请咱来吟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煞请牧师接到。请起立，唱到你的时阵，会当看一个你边仔的人上主大人来。燃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眼同在。愿主眼光偏照你眼主，你宽待你。相信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第2遍将你唱做我，上主我的爱，燃点我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我眼同在，愿主眼光偏照我。
愿主必宽待我，主诚心保守我对之事，到永世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田乐密道。平安礼，请咱的兄弟来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